千算万算，还是算漏了孟过那阵人马。当初真应该听白吉的，将孟过收为己用。最后还是如你所愿了。我是来救你的。你觉得现在我还能活命吗？母女反目，姐妹夺权。花园城主就算是为了脸面，也会将我灭口。我让你活，你就能活。你以为现在我还会信你吗？韩硕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对的感情是真是假吗？我觉得我是个聪明人，但每一次都让我感觉我是自作聪明。无论我想做什么，到最后都会按照你的想法发展。我想什么了？一寸芳烟，勾勒浓淡；一次千金，最怕情牵。晨星之上，花闪转，风雨无畏畏流言。醒来的夜半，多少汹涌波澜。一方期盼，纵观浮难，一朝之地，恩怨纠缠。黑白两色且周旋，落字不意会亦难，自是决断。芊芊，母亲，能不能不杀韩硕？若是今日你一定要杀韩硕，那我就与他一同死在这儿。我与韩硕已经是真正的夫妻了，这次我没有骗你，女儿是真心喜欢他的。我可以把少城主之位给楚楚，有您的教导，他一定也会是一代贤明的城主，母亲日后也能高枕无忧了。母亲，你就当陈芊芊与韩硕成婚当日就已经死了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放了韩硕吧，只要你放了他，女儿什么都不要了。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你竟然为了一个男人，连母亲都不要了吗？母亲，你当城主开心吗？少城主之位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只有韩硕一人。那我更要杀了他！斩！韩硕，芊芊，芊芊，芊芊！
转。希望我的死能让这场祸事有个结局。请母亲放过安硕。姐姐，姐姐，主，不要！小倩，我走路。小倩，小倩，姐姐！盼神光景，只恋你聆听。明若浮萍，愿从此安定。宠辱不惊，放眼平生的愿望，都和你有关。